時我已習慣聽別人從聆聽時尋求學分，聽教學到為人，到今天生存的指引，怎麼對答，怎穿搭先吸引。若那些答案總標準得萬能，臨睡前為何會問？我怎感覺我尚未滿分？如果你看不開看錯將來，錯不改錯到現在活不來，迷失中太需要被愛。世間好那討得來，如內在從未被口袋，怎不配尋找愛？曾經有段時間好怕聽到人哋嘅問候，每個人都好熱心咁教你應該點樣行，點樣走，乜嘢先至係成功嘅標準。結果人哋話好，我就點頭，一有熱潮我就跟住走。我以為咁樣圓滑處事就叫做成熟，後嚟先發現係極度迷失。喺嗰啲追住人哋眼中標準嘅日子裏面，我哋披住一層又一層嘅包裝，去扮演住一個正常人。你攰嗎？仲記唔記得最底層自己嘅聲音啊？馮希哲。如果你看不開看錯將來，錯不改錯到現在活不來，迷失中太需要被愛。世間好那討得來，如內在期望被口袋，不需博人理睬。信念你願信便有，心裏聲線多的頭，能開口再遊走。唱心聲那需天才，欠公式卻最自在，沒光芒，仍需堅決相信自愛，喝彩不喝彩，投入便無礙，讓我出走到南海。堅持夢想唔係為咗證明俾人睇，而係為咗對得住嗰個曾經受挫折但從未放棄過嘅自己。未來嘅路可能有好多批判、反對、炒異嘅聲音，但同時唔好唔記得有一班人係因為你嘅聲音而支持住你，繼續用你嘅聲音去尋找屬於自己嘅天空。馮希哲。